忙碌的生活中，你是否问过自己，幸福是什么？是不忘初心的砥砺前行，是汗水浇灌的梦想之花，是永不放弃的责任担当，是守护家园的芳华岁月，是千锤百炼的完美绽放，是迎着阳光的追梦华章。我奋斗，我幸福，记录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来泰国的我母亲是个妇联主任，工作很忙很忙，每年子上级领导反正是分配她到哪个村子驻村，那时候就驻村嘛，那驻村1年2年，她难得回来一次，我就相当于我们3姊妹就是爸爸奶奶边上长大的，长大妈妈就要不要回来一次，就是好激动哦那种样子的哦，再完了又坐一下，她又1个星期样子又走了，就又走个1、2年才回来的那种，就很少见面那种，她为了工作嘛没得办法。许多年前，格桑智玛还是一个在家等候母亲陪伴的小女孩。她很好奇，母亲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？直到长大后，成为了母亲那样的人，她才找到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答案。他有个过程要恢复，晓得你要自信点，晓得不？嗓子不舒服是不？咋子了啦？感冒了是不？去比，把爱的唱出来哦。预备起。远飞的仙鹤，问你在何方？轻轻的爱人。梦里，你看你的嗓子是很那种抒情的那种，我是女高音跟着你哦那种，反正是低动一点嘛，轻轻的爱人，内在的多一点，不然你说完全轻轻的爱人，是完全睡着了那种。太严厉了，有点害怕那种感觉，有点像小学时候的老师，拿个这么长的棍子是吧，教鞭。一个叫马尾，一个叫木头，一个叫马尾。很好，对的。气息。课堂上真的是很紧张，还是特别紧张。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庄马，这个地方这样子，你应该这样。”他直接就说到你的脸上，对，很直接的。不要说话。路漫漫，雾蒙蒙，革命生涯常分手。站起。一样分别两样情。出来，不要往后靠。比如说你唱对了一句，气息整个连贯起来的话，非常的顺畅。
他就会从那个钢琴上边一纵步就跳起来，然后他说啊，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会，今天钢琴不好会。还是难得听到表演，对吧？应该的。来，拿过来。我觉得一个演员要功底要扎实。扎实，你在舞台上敷衍了事，就对观众不尊重，对艺术的不尊重。我觉得，既然你当了演员，我都说了嘛，我给我儿媳当时，你想当这个演员了，你要认认真真的当，认认真真的学。你不想当这几下那样改行，不要在那儿混时间。你的一举动，人家观众就就在把你就寄望观众就在看你啊，你一个人的表情，你的这种眼神东张西望的话，一看出来噻。你要用你的情感的表达，把观众全部吸过来，是不是嘛？那种寄望着你的眼睛在听你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给演员了，真正的当好事还是不容易，但是不努力的话，肯定是永远当不好的。小嫂子，来吧。格桑志马今年51岁，他刚进歌舞团那会儿，比眼前的这些学生要小很多，只有16岁。护送他开启职业生涯的人是他的母亲，从此母亲变成了在家等候的人，女儿变成了难得回家的人。从四川省舞蹈学校到中央民族大学，再到中国音乐学院，格桑志马在一次次专业培训中，逐渐找到了打开天赋的一把把钥匙。就一进教室开始我的课了，我就直接录，一直不管，一直管到下课才管。在老师说的啥子话，反正啥子都在后头有。就盒带那些了，就自己买嘛，买几盒那个白磁带了，就那个全部都是那个，每天都是一样的说法，都要刻到那儿，不得洗一次，不洗哦，全部盛起。这个管子要是通的。再完老师讲完，你全靠录下来，全靠自己下来温习唱。老师说的那个都给你演唱的，我在屋头寝室头都是疯子一样的，往我们搞艺术都是那种就在寝室头念。让格桑志马专注学习的动力和他第一次的独唱经历有关。就前头那个唱来很高兴嘛，两首歌唱到第三首，我能唱得起完不？我自己都有负担了，体力就有点跟不上了。原因就基本功不行，抵不起的嘛。你基本功抵不起就不得行，全靠这个就肯定是不得行嘛。用气的话有谁的晓得不？不用气的话嗓子肯定没得的。刚开始我也以为唱歌很简单嘛，嗓子好了就对了嘛。但是没想到那个太难了，根本没跟那个嗓子一回事情，全是气息来唱歌。坚持哦，不要偷懒。对的，很好，坚持。声乐队里边来的也不是全都是专业的，然后刚来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完全一首歌曲不是那么流畅，然后有时候跑调，这样，然后上了他的课1年2年下来以后，这种情况确实好多了。结束了1天的声乐课，格桑志马的身份是演员。
从业30多年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排练，就是在乡下演出，为农牧民群众送去视听盛宴。在广播电视和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空缺的年代，歌舞团下乡演出的日子就是一个村子的节日。那天我们演完就走了，就喊我们坐一晚上。哎呀，坐一晚上那种都好热情哦，他们是一看眼神就看出来很真诚的那种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哎呀，唱完了就妆也不卸，坐在 KTV 上，一路上唱歌好兴奋，好像打了鸡血样子，狗血了哦。那种我觉得，因为老百姓喜欢你了，自己那个就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喜欢你歌嘛，喜欢你那种的话，我觉得那种是真的幸福感是哪肯定体会不到，我真的体会不到。那种满足感强得很，我跟你说。尽管进入7月，歌舞团的演出计划已经排到了年尾。2周后，他将前往成都演出歌舞剧。届时，光运送设备和道具就需要2辆大卡车。在格桑志马的早年记忆里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客车就这样协停了，客车是我们的那个嘛，就舞台的后头的那个，相当于耳椅的那种，现在挂一个布把客车挡到，我们就在前头跳，就这种的。再完了一下就把那个布拿下来，又装到客车上，就一批晃又走了。然后那天先是有大太阳，然后下面坐满了老乡，然后父老乡亲都在下面等待看演出。然后演出的时候马上就开始下大雨了，然后接下来的节目又恰好是老师的，然后我们问他怎么办呢？他说没什么怎么办，老乡坐在下面，我还得唱。然后他就走上去在台上，然后把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一样，然后下来的话我们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是只是默默的看着老师那种状态，我们就懂了什么是艺术的奉献。无论到哪里演出，无论工作有多忙，格桑志马每周都会给父母打一个电话，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。我们老汉就他耍得来那个微信，他就天天都要关注我，他就要关注我女子到哪儿去了，他在看。今天他在哪儿演出，就他在哪儿演出，他就要看。他天天就晓得我的消息，他就要给妈妈说。排练厅在6楼，格桑志马的家在7楼。在他的职业生涯里，工作和生活是零距离，把工作带回家是常有的事。甘孜州歌舞团即将开展年终考核，对声乐队来说，这是歌手的能力检验，也是验收老师的教学成果。这呢，你那个年终考核主要的那个要求，我给就高音部分。你现在就最高音部分用气来唱，虽然你是原声台，还是要用气息来唱。你年轻的那种嗓子，到了一定年龄大了，就像我这种年龄大的话，你没得基本功的话，就声音就用完了。所以说是你必须每次老师练声音，天天早上练基本功，就是为了把那个基本功的那种要求必须要抓到歌后头来，不然每天早上练基本功就没得用了的嘛。必须会运用到歌后头去。清楚那是最大的毛病。现在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要现在就下巴要改点，太硬了这个硬了是这个一紧了就要紧到嗓子，紧了嗓子一酸起就唱紧了，是不是难受嘛？难受完了你就用嗓子了。你看你跟着他们两个经常唱到就要咳了就是胖到嗓子了，气息没用对，晓得不？我是一直要把你的声音整成飘带一样的，跳舞的那个飘带一样。我现在尽量去解决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那儿，喊你揉啊揉，越揉越好。我现在就是为了你揉了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再说。你像我那个后头有原声台的，有民歌的，有通俗的，很恼火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嗓子我就按照他的那个风格去走，我不能把他们的风格变了。我害怕教不好，我还是有担心，我害怕教坏。中国还是负担很重，你不是说是很大胆的那种，人家都是吃这碗饭的。去年你拿第2名，
这个是主要是你后头谱子稿上的出了差误，简谱稿上出了差错的，歌还是没得问题，你自己写的曲，是不是嘛？很棒。像那今年子这个是又是新歌，给你了就你就好好的唱，有了自己的歌手，歌手是必须有自己的歌才是歌手，就一年四季不可能唱别人的歌，晓得不？从1990年的磁带《扎西德勒》开始，格桑志马相继发行了《金弦子》、《志马的祝愿》、《天堂在身边》等饱含深情的个人声乐专辑，并广为流传。最远的地方，那后头去了一个，他们有一个那个后头有个叔叔，他是那种传承者嘛，现在那种民间那种传承。他居然看到我了，他就过来，芝麻老师说这就把我手给逮到，就磕他额头板上。他说我根本没想到过你到这儿来唱歌。其实我觉得我心里想我为啥子不能来？他自己给你把我磕得很高，他觉得我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我也说的我就是很平淡的人，就像一个甘孜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嘛，啥子不了不起的不是嘛？我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人，是不是嘛？我下乡就是我把我的歌声带给老百姓，老百姓喜欢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满足。改革开放后，因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，格桑志马又把藏歌唱到了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地。还是要的不是啥子民族那种感觉嘛，有些肯定不了解的肯定也有，但是有些了解觉得是哎呀，好像看了以后觉得哎呀，必须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去，要去看哈到底怎样子的歌，想去了解那种也有说。2019年甘孜山地旅游节是今年中国旅游日四川分会场的重头戏之一，共有海内外2000余名嘉宾参加了开幕仪式。在随后的文化活动中，格桑志马也用歌声讲述了一段高原故事。看完演出真的是帮助很大，他一进去就晓得了。人家说这个啥子啊？哦，昨天晚上，哦，那天晚上和尚说了嘛，这个什么山，他一会就了解这个是藏文化是这样子的。原来这个山后头是文化有这么深厚的，就晓得了这个这座山是啥子山，这座山是啥子山，他就晓得。所以说就看了这个，也就我们就相当于到一样子的嘛。我们这天晚会也一样的文化产业，所以说文化旅游，所以说我们就歌舞团是起很大的作用。如今，歌舞团队员骑马演出、坐大货车演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进入新时代，藏区群众对文艺节目的诉求也随之提高了，这无疑是对专业歌舞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在舞蹈队淌汗起舞时，格桑志马和他的声乐队也迎来了年终考核。比如说我唱一首歌，如果唱对了的话啊，他会流眼泪的，真的，他都会进入我的这种状态里面，都会很开心很那种。如果没对，那直接，但是没打过，只是吓唬一下吧。然后他一直也没改变过任何一个人，只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放大了自己，就这样。所以说我给学生些都说，只要你们好好学，我最大的回报不是说是对我的关心，我最大的回报就是他们考试也好，舞台上成绩拿出成绩，这个才是我最大的幸福。35年前，身为妇联主任的母亲把格桑志马送进了歌舞团。35年后，格桑志马已经是国家1级演员，也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同时还兼任了四川省妇联副主席。当长大后成了母亲那样的人，他才明白，母亲把陪伴家人的时间都花在服务乡亲上了。我爸爸都说的是，
哎呦，现在你拼起这些一级了，啥子老模那些该拿，你工作岗上是认真女子，该拿，我们也觉得你该拿，就这种的真的，所以说就我觉得在该拿那种语言听起，我觉得我还是父母更加配少了的，肯定也有这个原因，我觉得。格桑志玛的母亲曾因病卧床17年，每年年尾盼来女儿风尘仆仆的身影，母亲的新年节日才算开始。如今快要退休了，格桑志玛发现自己还没有一首唱给父母的歌，他想弥补这个遗憾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打算唱一些弦子和郭庄，因为这些民歌陪伴母亲度过了女儿不在身边的日子。这个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坐，好，坐。哦，这老太子哟，啊，一个这个。反正陈卓老师以前好多作品都是我唱的嘎，有几首歌，《梦中情人》也是我首唱，《雪域高原》我也唱了，反正是这几年还在唱，已经十多年。有了哦，《梦中情人》20多年子有了。有90年代作品嘛。啊，那个是梦中情人，我现在还在唱演出，舞台上还在唱。下一步我想整一个关于那个思念母亲的，父母的那种思念父母的那种歌词。现在我也请了个我们老乡一个作家，他在写，也写出了，老师到时候看下歌词这个样子。像这种你刚才想就尽量把它接地气一些，能够比较。大众化一点是就这个。大众化一点啊，我的意思。现在老师比较了解我的声音噻，我想音色各方面，然后有这种想法。父母跟前现在真的，我觉得走了以后才晓得哦，真正的觉得多陪点在身边，真的多陪点。走了是后头后悔了什么，根本什么都没得了。2019年7月22日，成都锦城艺术宫即将上演大型民族歌舞剧《金山银山》，为此，甘孜州歌舞团几乎全员参与。要当演员，要当老师，我也愿意。我说老实话，我觉得我愿意这个我自己的，就像我家一样，这个越来越好。我退休了以后，听到我歌舞团越来越好，也是我的荣幸。我也是从这上出来的，10几岁，相当于我的一生差不多就在那儿了呀，献完了的青春。所以说，就是我觉得，只要我这个歌舞团的越来越好，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我也相信越来越好。一个人与一群人每日朝夕相处，在排练和演出共同进退，他们一起为国家发展歌唱，一起为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歌唱，一起为繁荣民族文化歌唱。那些共同奋斗的记忆，造就了他们家人一般的情谊。盼着家人能更好，便是格桑志玛最朴素的愿望和幸福所在。